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追睇大熱嘅韓劇《暴君的廚師》？劇中允兒飾演嘅米芝蓮星級主廚，意外穿越至古代韓國宮廷，將現代烹飪技藝融入傳統飲食文化。其中低溫慢煮牛扒、大醬意粉、韓式炸豬扒等劇中嘅創意菜式，成為大家討論嘅熱門話題。今日我就嘗試還原一下劇中嘅大醬意粉，不過係家庭簡單版。至於意粉方面，我哋選用咗嚟自意大利嘅意粉品牌 Pasta Bolsolasco。Pasta Bolsolasco 生產嘅意粉精選高品質小麥，使用傳統青銅模具人工手製。而家為咗令每位顧客都可以更具性價比咁體驗到高品質意粉嘅魅力，我哋聯同品牌方特別推出全場意粉限時特惠，歡迎大家點開評論區嘅鏈接購買。首先，我哋將從市場買返嚟嘅白貝清洗乾淨，將白貝放喺盤中加水，再加2大斤鹽，然後高速攪拌，就可以快速完成吐沙嘅過程。跟住我哋又可以先煮好意粉，往鑊入面加適量嘅海鹽，將意粉煮大約8分鐘，撈起備用。往鑊入面加橄欖油，將蒜片爆出香氣，然後加韓國大醬炒香。想完全發揮出韓國大醬嘅香氣，炒製係必須嘅步驟。醬料炒香之後，加入清洗乾淨嘅白貝，倒入意粉水，大火將白貝煮熟，夾起備用。白貝全熟之後會自然開殼，冇開殼嘅就係壞咗㗎啦。最後加入我哋煮好嘅意粉，試味之後根據個人嘅口味，用砂糖作最後調味，將湯汁收到你中意嘅黏稠度。意粉裝盤之後，淋上適量嘅湯汁，同灑上番西碎。我哋呢一道嚟自大熱韓劇嘅意粉料理就算完成啦。